太子是吧？我觉得你说话得注意点。滚！这个动作难度系数很高啊。You can you up, no can no baby 啊。哎，他是太子，你一定就是赵王吧？哥们儿，这得跪多久啊？跪多久重要吗？就算跪个1年半载，跪破了膝盖只剩骨头，我也要继续跪。1年？那还跪个毛啊！